哎，里面的人出来，来，把这都搬走。达莱，午饭来了，让大家伙都歇歇吧。这当上大总管也不能累着我们大家伙呀。没事，刚刚大总管自己掏钱给大伙买了吃的，现在呀谁也不饿，干劲儿高着呢。大伙们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是。你俩，不是说领了钱就走人的吗？哎，大总管，大总管，外面有人找。找我？是。干什么的？没说，是个蒙面人，只让我给你带句话。什么话？小羊们，我会回来的。我知道了，小蝶姐，我有个故人来看望我，暂且告辞。哎，这刚当上大总管这刚当上大总管，眼里就没有小蝶了，还故人？哎，等等。拿来一个野人，哪来的故人啊？达莱，好久不见了。我认识你吗？我可一直在暗中保护你啊，达莱。为了不让别人起疑，一直蒙着面。为了不让别人起疑，真不知道我是谁？不知道。你是？不错，属下参见联络使。算你还没忘了自己是谁。属下不敢忘。好，那我有个任务交给你，去问这王修研究出大唐磨刀的改进方法，你去把秘方偷来。这怎么？属下混迹侯府多日，依旧没有得到小侯王修的信任，属下怕完成不了任务，反而暴露了自己。达总管，是不是在王修家过得有滋有味，就真拿自己当了大唐人？属下不敢。别忘了你的身份，我能给你送到这大唐，也能让你在这大唐从此消失。是。那就去吧，别让人起疑。今日就行动，把那秘方偷来，可别让我失望啊！达莱，啊不，波多野结衣。结衣不忘使命。谁？站住！站住！大哥，快点！让你抄近路。你先走，我听话。救命！小侯爷杀人了！小侯爷！小侯爷！风一样的女子。小侯爷！小侯爷！小侯爷！哎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！小侯爷！小侯爷！这慌什么呀？说怎么回事？达莱他要杀我！什么？这话可不能乱说呀！是真的，小侯爷。刚才要不是我跑得快，我现在估计都已经就……哎，行，别煽情了，别煽情，说怎么回事？哦，是这样的，刚才我去给达莱送饭，就看见那天跟咱们家来的这个黑衣人，他跟达莱在一起，他俩鬼鬼祟祟的，于是我就跟上去，我就去偷听了。你还真是二女的心腹啊！接着说。然后他们俩就发现我了，他俩一看见我，拔剑就追我，我拔腿就跑回来了。那然后呢？没了。就没了？那你听见什么了？哦，奴婢没敢靠近，我就听见他们俩说了一个波多野结衣这个名字，其他就什么都没听见。波多野结衣？啊，小侯爷你认识？啊，最熟悉的陌生人啊！哎，这个波多野结衣还有一个兄弟，同胞兄弟玩蹴鞠的，叫波多尔斯基。话说打南边来了个波多尔斯基，脚下运球，门前大飞机；打北边来了个波多野结衣，看到波多尔斯基露出大胸肌。哎，言归正传啊，那达莱他人呢？达莱，小侯爷，达莱在你身后。小侯爷，达莱，我问你，
刚才小蝶说她是小侯爷，听奴婢解释。解释。小侯爷，今日那蒙面人是奴婢在高丽时的旧友。由于高丽国破，又不会什么谋生手段，不得已才在大唐出家为道。前日这位旧友来侯府尝试托子，正巧遇见了奴婢，于是今日找上门来。可刚才小蝶说那个人想追她，是追着她砍。这位旧友刚来大唐，对大唐还心存芥蒂。他看到小蝶鬼鬼祟祟的，以为怀疑异行不轨，因此才拔剑护身。可是他拔完剑之后，马上就逃之夭夭了。小蝶，你刚拼命的跑回来，其实后面并无人追你。是吗，小蝶？好像是这么回事儿。哎呀，那这不是一场误会吗？大来，以后啊，你见朋友你要堂堂正正、大大方方的，这就是你家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有朋自远方来，我王子豪也不亦乐乎。是，谢小侯爷体谅。小蝶，你也是，以后啊，你别老学二夫人啊，学点好的。可是小侯爷可是什么呀？好了，既然弄清楚了，就你们俩就该干嘛干嘛去吧。啊，去吧。是。不许再提了啊！波多野结衣，高丽人，好陌生啊！一会儿见了娘娘，怎么说呀？那还能怎么说？要不咱实话实说呗？那可是娘娘会不会不高兴啊？咱等会儿再进去，让他先探探口风。对，没消息，你潜伏多日就换来这3个字。回娘娘，奴婢从未听王修提起过关于安定公主的事。当着你的面没有，背着你呢？回娘娘，既是背着奴婢，奴婢又怎会知道呢？犟嘴！奴婢不敢。来人呐，掌嘴！不必，奴婢自己来。行了，别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臣567，臣534，参见娘娘。参见娘娘。进来吧。你们2个有什么消息？有天大的消息。哦，说来听听。那王修家中本已多奇人异事，最近又以嫁接棉花子为由，广招天下奇士。臣弟以为这王修图谋不轨。瞎说，这农学人才和意图不轨之事还沾不上边儿。是，娘娘所言极是，臣弟愚钝。不过这务农的要是造起反来，可是要出大乱子的。正是，娘娘所言极是啊。臣弟也认为这个王修深谋远虑，不可不防啊。瞎说，他一个闲散侯爵，远离权力，怎么可能干出造反的事儿来呢？是，娘娘教训的是，臣弟信口妄言，信口妄言。不过这王修鬼灵精怪，只有咱想不到的，没有他做不到的。你们说呢？全凭娘娘定夺。好，你2人今日就去王修家打探，找些证据回来。这，娘娘，上次去他家戒备森严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戒备森严，才事有蹊跷。可是，臣弟一定不忘娘娘所托。好，下去吧。臣弟告退。臣弟告退。找事儿，咱俩这是纯给自己找事儿。那也比掉脑袋强，走一步看一步。哎，王修啊，王修，你可算是把我们害惨了。
哎，你说王修是不是把咱害死了？是啊，你说他王修也算是堂堂七尺男儿吧？对呀，怎么连反都不敢造？是啊，有意思没意思？没意思啊！这人太没意思了。哎，你那边走去，一点眼都不长。哎，太脏了，拿抹布好好擦擦。兄，哎呦，子豪兄，哎呀，自从我那会所开张之后，程兄就一直没到我家里来了。今天来，肯定是有事儿啊。有事儿啊，还是好事儿。你能有什么好事儿？哦，小四儿，你俩下去吧。子豪兄，兄弟有个好去处，要不要一起去？哪儿啊？程小公爷、王小侯爷，这些都是高丽发配的官奴。您二位要是有看上眼的，跟我说一声，在我这等个机行的带走。来，看这边，看这肌肉啊，这身板。行了，闭嘴吧。刚吃完午饭，你这样，把这牌全带走。都要了，那是挑个日子呀，还是今儿给您送过去？我要个屁呀！哪来带哪去。哎，是。木头疙瘩，你这，哎。子豪兄，啊，看看这批。大，真大。小出声了，低调点，那么多人看着呢。哎，去。哎，子豪兄，相中哪个了？带回去。不行，夫人不让。哎，不一定往家带呀，你可以养个外宅呀。什么外宅？以前养外宅都让人发现了，不能再养外宅了。我现在已经弃暗投明了，不要再提了。装的是吧？啊，谁不知道你子豪兄是咱们里边最先养外宅的？别说，我都不能再提。子豪，这么有雅兴啊，在这挑外宅呢。哎呀，公主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俩可真是大唐的好男儿啊！是这样的，我夫人呐，这说家里边的女婢不够用了，就让程兄带着我过来看一看有没有合适能干活的带回去。那可真得好好挑挑，不如本宫帮你挑一挑，然后送到你们家夫人府里去啊！正好，我也好久没见你家夫人了。不是，那个不用麻烦了，真的不用麻烦了。哎，不用麻烦了。我觉得这个倒是与众不同，你家夫人肯定喜欢，不如就打包了带走，我给你家夫人送去。来人啊！哎，不用了，这个程兄已经看了半天了，他喜欢呢，所以这个君子不能夺人所好嘛，是不是？就让给程兄吧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我喜欢了。哎，我问你，叫什么呀？达莱。你说什么？达莱。你父亲是谁？南部诺萨城主高南德。这个我要了，打包。子豪兄，死开！君子不夺人所好。你果真是南部诺萨城主高南德之女达莱。千真万确，我已背井离乡，卖身为奴，难道虚构一个身份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吗？不必拘谨，起来说话吧。谢公主。你且说说，你是怎样到了这大唐？还能怎样？和我国大多数人一样，大唐攻破我高丽王都后，高丽王公贵族悉数被带到大唐。那这期间有没有发生什么蹊跷的事儿？没有，只是一路奔波劳苦，到了这里就和其他人关在一起了。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波德野结衣的人？波多野结衣？就是打南边来了个波多尔斯基，打北边来了个波多野结衣的波多野结衣。哎，等等，倒是有一件事儿，不知道算不算蹊跷。说，奴婢曾经在临到长安前，突然害了怪病，几近不治。但有一夜，突然有人偷偷送来草药，奴婢喝下后，这怪病就痊愈了。后来，听一些稍懂医术的人说过，
奴婢的症状极像是中毒，只是由于奴婢痊愈了，这件事儿也就过去了。那在这期间有没有人失踪啊？我们是亡国之人，被押解到大唐为奴，一路上奔波劳苦，每天都会有人失踪，或被偷偷转卖，或者偷偷逃走，所以没有特别在意过。那有没有你身边的人跟你比较亲密的，在你生病这段时间失踪呢？一路上倒是有一个一直照顾我的姐妹，岁数不大，我们还算聊得来。奴婢害病前夜失踪了。她长什么样？个子高挑，大眼，皮肤不算白。对了，口音虽正，但偶尔也能听出些异样，更像是百济或者倭国那边的人。哥哥，我跟你说个绕口令啊，打南边来了个波多尔斯基，脚下运球，门前打飞机；打北边来了个波多野结衣。你说什么呢？这是绕口令，小蝶教的，小侯也是念叨了一上午。大南边来了个波多野鸡，波多野司机。算了，哥哥，这对于你来说太难了。走吧，啊，咱还是干点别的事儿吧。要去哪儿啊？我哪也不去。哪儿也不去？你以为你骗得了我吗？你已经和那王修家的人有了感情。属下不敢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么这个给你，下到他们今天吃的饭里。这是什么？你忘了吗？那个真正的大来的下场。联络使，你不是说过不再多伤无辜的人命吗？不再多伤人命，不代表不伤该死之人的命。你在他们家本来就少人知晓，只要他们全家一死，就没人怀疑你的行踪。到时候你可以继续潜伏在大唐，为我天皇效力。可是联络使……别废话，快去。是。今儿挺安静啊。是啊。那条狗不在，咱俩终于不用吃垃圾扯人味了。阿汤，有人。药下了没？药下。废话，就咱俩，不是咱俩，还有人。看到了，胆大包天的面了。算你倒霉，放我走。我沉了。带火折子了吗？带了。有人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哎，哥，什么情况？武家兄弟。
王兄，你为何把我二人绑架致死？哥，没事吧？说吧，你们俩来是干嘛来的？啊？不说的话，你可知道我会怎么办？你看，我们可是娘娘的人，对，娘娘的人。可是这大半夜的，谁知道你们跑到我府上来了？所以你们俩要是失踪了，又关我王修何事呢？娘娘知道。闭嘴！不是，公主，您听我说，我们可是受了。哦，二娘子，看住他们俩。怎么了？这两个人必须放了。为什么呀？什么都还没问呢。以后再跟夫君解释。一会儿先找个理由放人，等一下子豪看我的指示，见机行事。好吧，听你的。我问你们，你们是不是因为今天晚上夜色阑珊、月朗星稀，所以无心睡眠，出门溜达，溜达到了王修家，进来看看王修休息了没有？啊，这肯定不是啊，哪有穿夜行衣进人家的？哎，我们肯定是有所图谋啊！不是你俩是不是傻呀？啊，大半夜的还串门，能不穿夜行衣吗？那也不一定啊。我俩是怕被人误耻笑。实话告诉你，我们真受了娘。本公主说你们是串门就是串门，难道你们还想质疑本宫不成？对，串门，是串门。那好吧，那既然是一场误会，那就弄清楚了。那你们俩是选择继续串门呢，还是回家睡觉啊？睡觉，当然睡觉，回家睡觉。从课。哎呀，不是这，给我们俩，好，别推了，你们家主人说了，我们是来串门，被误会成贼，你别推了，哎呀，我跟你说别推了，得，我们自己走，不着急的。你走，你看那猫，你看你。嘿，牛什么牛？我看这王修跟兰陵也都是欺世盗名之徒，没错，略施小计就把他骗得一愣一愣的。没错，你看，咱俩毫发无损就出了门了，这叫什么？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有个贼，又是那个贼，来活了！王修，哥，怎么处理？抓去报官呢？对。夫人，刚才公主对我使了眼色，示意我放人。我怎么没看出来你跟公主那么有默契呀？是 PM2.5。PM2.5可以遮蔽着星空，但却遮蔽不了人们对星空的向往。你的过去，就是蒙在你眼前的 PM2.5。去他妈的 PM2.5！又走过了一个城，又爱上了另个人之后，给你唱过的情歌，唱给别人来感受。谁说得不到的就不能再深情的歌颂？
情歌没错，错的是感动。一个被爱的人爱了别人，凭一句自由，跟着另个人把曾经的人忘掉之后，抓不到的幸福越用力就越换来落空，苦涩后懂事，怀里有自由。爱了几分，旧的很几分，岁月冲淡了认真，谁都能说天长地久，谁又能真的跨越千年厮守？当冬天落幕，春天悄然来临的时候，人生本来是场梦，当你曾寂寞不